世界万行台，拢是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3礼拜以来，你敢有关注到美国大学的学生咧闹学潮？为着什么代志呢？美国的大学学潮是怒苍苍，亲巴勒斯坦的师生被抓，佮被绑，加上当着选总统斗咧参。敢会从此影响到美国政策的走向？今仔日，咱来讨论美国校园内面的巴勒斯坦。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蔡英雄。第二位。特別愛來了解，伊是熱愛台語的美國人，台大政治學系碩士生嚴天玲。主持人、大家觀眾朋友你好。那麼第三位，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員廖福特。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咱就帶你到底來關心，在美國發生的代志，咱就愛關心什麼？美國嘅大學生有真濟人咧收聽巴勒斯坦，就發起了抗議。校園內呢，係咧起碰到，而且呢，住宅在內面，校園內面嘅氣氛是真正緊張。啊，佫有學校呢改做線頂來上課，減少到校園嘅衝突。另外，在以色列這邊嘅軍隊撤離了加沙，就有人喺病院外口發現了蒙阿波內面大了300多支嘅遺體。美國大學學園內學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規模漸漸升級，包含哈佛、耶魯、麻省理工、密西根大學、紐約大學、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等等嘅學校，攏有大量學生響應抗議活動。相關喺哥倫比亞大學甲耶魯大學嘅抗議活動中，互警方溺愛學生。有部分的教職人員決定協助學生繼續進行抗議的行動。其中，哥倫比亞大學23緊急宣布講，紐約主校區改做遠距離課程，延長到春的學期。I'm honestly infuriated and frustrated and angry and mad about the recent events that are happening specifically in U.S. campuses and like for the last 7 months, obviously, in Gaza. Hate has no place in our city. We should not be seeing hate in our city. 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草坪舉行的大坪運動，因計劃留到校方答應因的訴求為止。佢要求校方抵制所有和以色列有關係的活動，結束整座滅絕。學生代表指出，當咧甲校方談判，毋過拒絕講談判的細節。對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好野人，美國 NFL 新英格蘭愛國者隊的頭家克拉夫特不滿學校亂吵吵，要求學校積極安打抗議甲衝突，若無可能的對相關的捐款來凍結。另外，以色列軍隊在4月時撤出加沙的南部了後，加沙的民防人員在漢尤尼斯的納賽爾病院發現蒙阿波大300多具遺體，有一寡屍體腳甲手都互綁起來，有的親像是風出刮的款，而且大多數的屍體已經爛去。不過，以色列軍方已經否認甲蒙阿波有關係。We have seen those reports, and the reports are incredibly troubling, and we're inquiring on thi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We call for independent, effective,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deaths. 聯合國23對報道表示唔敢相信，指出講可能牽連戰爭罪，呼籲國際愛趕緊調查。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譯。咱今仔日會來先討論這個議題吼，有一個比喻啦。如果你若是年歲較長的這個長輩吼，你可能會記起頂世紀60年代美國開始的學生運動反越戰，那麼從此呢改變了社會，美國的社會不甘如此，佮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哦，所以呢，咱來關注這個議題，就是咧看講到底美國人即嘛。因在內部是產生了什麼變化？那麼，咱先來看這個事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抗議吼，首先，哥倫比亞大學生吼
支持巴勒斯坦的政治声明稿内面，第一反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吼，对着因加沙的人大屠杀，这是反对，要求校方啊，对军火商也甲其他战争当中取得利益的企业啊，斥资，吼，袂使互因一投资。而且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所有金融投资完全透明。哎，咱也知吼，美国的大学是会使去做金融投资的啦。啊，是毋是有去投资这军火商，还是因其他军火商的这个关系企业，然后咧想讲，你毋通甲赞助。第四项要求下面因为参与着抗议行动，遭受到停届或者是开除的学生或者教职员。吼，这是因的声明。啊，校长安讲呢？校长是讲了真在啦，吼，讲了真要安怎讲？真重视讲反犹太主义以及其他任何用来伤害、甲恐吓其他人的言语共款、语言共款，拢不可取，拢袂当接受。4月23的时候，讲支持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尊重示威的权利，并且承认真侪抗议者是和平集会。然而，亚地引发了严重的安全问题，扰乱了校园生活，并为咱的社区真侪成员啊，创造了一个紧张、有当时充满了敌意的环境。咱必须要定期定操拆除伊的计划，袂用阮恐吓共主要共骚扰。或者是歧视的行为，对着违反校园政策学生，爱互纪律处分。啊，美国的总统讲啥物呢？拜登讲阮看到这个共主要的犹太人，呼吁对犹太人暴力这个对现象这种公然反犹太主义应该接受谴责，而且危险。这在校园内面阮国任何所在拢。绝对无立足之地。4月23，副新闻必须呢，伊就讲，每一个美国人拢有在和平抗议，但是针对着犹太学生甲犹太社区的暴力，以及人身恐吓是公然的反犹太主义，无合理而且危险的。但是注意咯，这个共和党出身的这 Mike Johnson 的众议院议长啊，伊讲袂当允准这种受训反犹太主义的校园盛行，必须来制止，而且犯着这种暴力的人应该逮捕。呼吁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爱落台，你处理得歹，爱落台。伊讲伊会敲电话拜登，要求采取行动，不排除国民警卫队戒职的必要性。好，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初步这个事件的这个论过。我要首先要请蔡老师来讲美国这个代志其实已经烧了差不多个月，毋那这个月啦，烧了从去年就开始。但是美国人即马本身到底因在主流的民意顶头，挺巴勒斯坦来挺犹太人的这个声量，你看是安怎？我来看是就是讲自头去去年的10月初7迄件事件发生了后，迄当时的民意当然是较挺以色列的啦，因为迄当时就是讲，你哪会马上就有用这个手段去对付这个无辜的平民。但是这个事件一直演变煞了，因为牵涉到伊这个纳坦雅胡这个总理伊安怎去处理加沙这个所在，包括伊生还这个所在，因到底安怎处理的？其实简单讲就是安尼，因毋是用手术刀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代志，因大部分就是有当时就是拍飞弹，飞弹你知嘛？迄飞弹炸落了，一定有人会无辜会死去啊！当然因的目的是要杀这个恐怖分子哈马斯这个团体的人，但是有当时也伤到无辜，包括遐个囡仔也无医疗的资源，正估计起来头有要到15000个囡仔，因为有可能是营养无够，有可能就是讲人道的危机，这个形象传等于美国的大学生感觉讲安尼袂使当然因的目的就是反以色列这个国家对加沙地区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啦，伊执行的这个政策。但是你若讲到尾也是反犹太人，
吼，啊，这件代志就唔是安尼啊，因为美国有一个法律规定哦，就是抽分的犯罪啊，你袂使去恨迄个有一个种族的人，哦，伊犹太人，哦，伊啥物人，啊，你就是讲对伊有歧视性的吼，啊是包括就是讲你有偏执性的，你认为伊安怎，吼啊，甚至甲冻落来，袂使互因去经过迄校园，这是美国法律无允准的啊，吼，啊，当然是那哥伦比亚大学这个问题较大，因为伊即间学校是伫城市内底。啊！你学生啊抗议，当然有当时啊，学生啊甲外口的人了分不啥会清楚。伊有当时啊吼，有外部的人，吼啊，但是若是有犯罪，若是有违法的部分，这美国的警方一定爱处理的啦，吼。所以校长的困难点是伫遮，就是讲我要维持学校的校园的安全，吼。当然，一方面你有抗议的权利，这是美国。但是即摆因大学校长即摆讲，台北家咧照镜，两面毋是人。对啊，因为伊无法度啊，因为就是讲我嘛一方面啊维护讲啊，你有抗议权，但是一方面就是讲我这犹太学生，因为美国犹太学生算袂少哦，吼啊，但是伊要去学校读册的时阵，伊佫有去用有其他学校讲去用动落来啦，吼啊，大家佫伫遐甲问啊，啊，其实都毋是因做的啊，吼，这是政府是。啊，北京嘛有咧抗议啊，啊，那是。你的意思是讲，因为伊较市区，所以伊才叫警察来。咱别个校长拢无叫警察来。这是毋是原本是学生，还是和平的方式，还是讲这有外口外部的？其实我讲吼，这就比如讲，咱爱去了解到底这个学校是安怎。无以前有法度叫警察来，就是讲伊这内底有产生违法的行为啊啦。无我来讲吼，那警察黑白敢杀去的话，这伫美国的法律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因为咱告警察。但我一个好奇是，即摆美国的大学的校园吼，即摆生做啥物款？因为我嘛真侪朋友伫美国大学教册啦，还是做学生吼，做研究生啊，做老研究生啦吼，伊就感觉讲吼，因即摆吼，有当时拄着一个情景，就是讲无法度点呢，有当时会去用逼着讲你来表态。天灵，你敢知影讲，即摆大学即种情形是愈来愈多，还是讲你会当描述大概，即美国的大学校园即摆是啥物情景呢？吼，我看有诶台湾人无法度了解的代志，就是讲，咱即个大学生遐尼有用，人无了解的所在，就是讲，你若要考了美国更较好的大学，毋是干那台湾安尼，干那考试尔。是你要考试，迄是有啦。也毋过，你嘛写，你嘛要看你除了上课以外，是咧参加啥物活动。所以，即个考了美国更较好的大学嘅学生，拢是真介意参加即个活动，嘛是真介意即个抗议。会晓读册嘅学生，更较熬创即种代志。吼，对啊。更较安怎讲？即个。抗议嘛是美国大学生为迄个越战到即马传统，吼对啊，阮这嘛会讨论到另外一个即马大学学生伫网络顶管的时间愈来愈济，所以因为你可能就是伫学校去甲别个学生开讲了解对方是安怎看。恁咧创啥物安尼？哦，对啊，也毋过即马。愈来愈侪学生都是规工伫看手机啊，是咧安怎讲，安尼就会拄着更较极端的看法。啊，所以你认为讲，即马现主时你所了解啊吼，美国的校园内面是毋是变做安尼真极端？啊，而且即个反犹太主义啊吼，会势力愈来愈容易表态，真勇敢，真要来表态讲对，恁这犹太人，恁就安全，恁就袂使安尼。啊，要逼讲，你有同意无？你无同意，你就要徛出来，你安全呢？会安尼未？有就是你若是看这个运动正式嘅立场，伊写人拢唔敢讲，伊拢袂安尼写，唔敢正式讲出来，我是反对犹太人。也有参加这个运动嘅人。大部分嘛报啥物反犹太人的艺术，这主要也毋过是这个，因为你看以色列的行为，啥人拢嘛会同意伊做绝对毋对的代志，也毋过你若是看迄个这个运动中嘛是有这个反对犹太人的人，伊都
趁机大姐来参加伫内底。哦，所以有人踮咧边仔斗参，吼，啊，其实是分组愈来愈复杂安尼，哦，是这个意思。哦，即算来我要请教到廖老师吼，廖老师你来观察的，因为咱看到这个民调吼，咱三位来看这个民调，这个民调顶头写吼，头前你来看哦，伊这本队哦，这在2024的2月1号，哦2月1号，另外这是3月14，当然啦。这两个无共款的机构做啦，无一定会当来做对比啦吼，但是会当来参考吼。美国的 Gallup 的民调啊，伊讲吼对以色列有好感的58%，2023年的68%已经落到10%，吼，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对着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有好感的18%，吼，2023年的26%落了8%，吼，所以是双面落降。对以色列对你小拍拢无好啦，落落来吼。对以色列的支持率，18岁至34岁，吼，天灵你注意看哦，18岁至34岁少年人38%，2023的是64%，吼，但是因为呢，这个是18到34，那是大学生啦，吼，这个真歹讲啦，吼。55岁以上的是71%，哦，这个大家就真支持哦，吼，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对中东情形较同情倒一边的，同情以色列的是51%，同情巴勒斯坦的27%。但是这几年来吼，距离哦缩小去，你是安怎来看呢？对，因为咱也是要讨论这个美国人对以色列的看法，阮嘛爱看到以色列伊本阵是有啥物变化。因为讲，你讲到这个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愈来愈细，愈来愈低。这唔那是美国人呀，这嘛是犹太人。犹太人对少年犹太人对以色列，本身犹太人伫美国犹太人无一定就支持以色列。哦，尤其是少年的，所以咱会使。分别为这个西大人甲西西人。西大人，譬如讲我甲啲阿公，伊要投票的时阵，伊干咧看一件代志，就是讲这个候选人是对以色列是安怎讲？迄个对以色列的看法。哦，你阿公要投票的时阵，看讲这个人会支持以色列无？也毋过咱所以迄当阵以色列嘛无讲，譬如讲咱看英国。90年代的迄个领导，什么Shimon Peres， 什么Yitzhak Rabin， 迄当阵的领导是真正要甲迄个Palestine 和解的，吼，要讨论在安怎会当达成这个和平。嘛无共款，吼，也毋过即卖以色列愈来愈派流落，迄个领导变甲愈来愈极右派，以色列领导嘛，不支持这个两个国家的法案，而且迄个以色列领导因为嘛找到民主党、共和党，伊两边拢会去找。吼，即马干那要找迄个共和党。今天即马干那要找共和党啊，但是民主党嘛，因为小等接落要请教的蔡老师吼，民主党嘛，因为这件代志开始有分裂咯，吼，这我先请教请教的廖老师吼，老师你安怎看开这件代志呢？我感觉应该有几个原因啦，吼。第一个原因是这件事件伊个时间的前后啦。因为一开始是哈马斯迄个使用武力嘛，吼去拍飞弹啦，是讲绑票啦，啥物啊，吼，所以讲伊可能一开始大家甲哈马斯甲巴勒斯坦两个甲分组甲斗做伙，吼，啊，不过我提醒大家，哈马斯不等于是巴勒斯坦，吼，这咱一定要分得清楚。所以讲，这在民调的时阵啊，有可能一开始讲对巴勒斯坦这边较无遐尼好，啊，不过后壁，等以色列去反击。去拍飞弹的时候，甚至讲对加沙，还是讲对巴勒斯坦迄落一寡人吼，真大伤害。这个时阵，以色列这个民调一定会搁咱降落来嘛吼。啊，第二是讲我讲较大的架构啦，就讲对边巴勒斯坦甲以色列冲突来讲，过去大家印象中搁停留在讲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迄个时代，所以你来看，较侪个人可能会较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吼，可能我感觉有迄个时代的思考，讲巴勒斯坦顶边拢是用暴力的，较迄落激进的吼。毋过即几年个改变，其实巴勒斯坦你大家要注意，伊慢慢啊是敢若建国即个思考，而且嘛去加入一寡联合国的组织，吼。慢慢啊，你会感觉，所以讲会变个较无差尔多，你讲慢慢大家去接受巴勒斯坦要作为一个国家。所以讲，甲以色列迄个边军无遐尼迄落严重啦。所以我感觉即个爱分得清楚啦。我尤其要强调的，哈马斯不定是巴勒斯坦。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两个长时间来是真侪互动，慢慢巴勒斯坦大家伊较接受，变做是比如讲伊迄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嘛去加入去啊，所以讲大家较接受巴勒斯坦是变做一个国家，对以色列来讲无遐尼去偏好，无甲袂直直讲认为讲巴勒斯坦就想着讲是一个恐怖组织安尼，这是我感觉甲过去较无相共的部分啦。是老师，我继续要问你一个问题吼，就美国的校园内面吼，照你讲对着人权的重视的程度咯，应该比一般。世界各国的大学内面吼，即人权意识已经真强嘛。是。但是因咧抗议的时阵，头仔天灵所讲起来是讲，本来即参加的即个组织的学生吼，比如讲即个加沙团结营地即个组织，伊本来是讲，咱是为着巴勒斯坦吼，无，但是宗旨内面无写讲我要拜剔犹太人。但是那演变做讲，哇！这看到犹太人会去人拍、去人强啊、去人创啥物？这到底是安怎一个变化呢？无，我看吼，这嘛是两个观念先讲好清楚。仇恨性的、丢分性的反犹主义，甲要抗议即边以色列去用武力攻击巴勒斯坦，这是两件代志，这一定要分得清楚，这一定要分得清楚。所以讲，你去甲拄仔讲的迄，不管是讲迄落美国白宫咧声明啊，众议的议长，你甲注意看，伊拢在专心讲一件代志，你袂使有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出现。但是伊无讲其他的，为什么？这应该是咱大家的共识。对第二遍世界大战以来，纳粹对迄落对迄落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所以讲你变变做是国际人权的标准嘛。包括是美国的标准嘛，就讲你袂应该有反犹太主义这种仇恨性的言论，种族仇恨的言论，这是袂使，所以讲这就爱禁止。问题讲这边的抗议，我是感觉袂使甲所有的抗议，所有人的声音，拢当作是反犹太主义，这无共，这无共。有真侪人在抗议是抗议以色列。去用武力攻击哈马斯，攻击加沙走廊，即寡人民受到真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这个行为，甚至你大家注意看，包括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 （Human Rights Council），伊嘛通过决议讲以色列有可能爱负迄落战争罪，还是违反人道罪、种族屠杀这个罪行甚至通过决议讲，希望各国卖卖武器啊，讲提供武器予以色列。所以我感觉这两项代志一定要做清楚的分别。你看怎抗议，你袂使讲变作是讲反犹太主义，毋过你袂使用安尼讲，我都袂使抗议反对以色列这边使用武力的行为。所以讲你回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确实有影感觉讲甲蔡老师讲的啦。因为大家有了解讲，哥伦比亚是在 New York City 嘛，在纽约市，伊无足明显，毋是，伊无足明显的校园，伊可能甲美国其他大学讲我考起来，这区就是我的校园，在纽约的市区内底嘛，咱看你大家要真侪入去，所以讲，我感觉为什么警察会入去迄个哥伦比亚这个校园，就是讲是这个问题啦，毋过应该要坚持的，咱感觉重要是要坚持的。大学校园是校园自治，理论上你任何警察要入去大学校园，应该爱大学校长同意，也是讲伊允准，也是讲有特别真重要理由，毋过我这边敢有遐严重？我要问的这个问题，讲学生的抗议敢已经失控去啊，拢无法度控制啊，
啊，当然每一个抗议都嘛讲迄个我要大爆棚啦，我要打开下标语啦，要较大声来讲啦，这是每一个抗议拢会讲的嘛，天生自然，对吧？你大概注意看，我有看到一个迄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人权迄个研究所人权中心有发表声明，其实是甲你讲抗议啦。你想到警察入来阮哥伦比亚大学内底去迄个逮捕学生，吼啊，伊其实是咧表达我的言论自由啊，啲啊嘛，吼，所以讲我感觉这应该是美国应该搁爱转来搁思考的代志啦，吼，第一袂应该反犹太主义，啊，毋过你同时爱保护大学自治、言论自由，这同时爱保护的，吼，所以啊，这个尤其是愈冲突的时候，愈这个价值愈爱坚持。哦，愈爱坚持。我感觉美国的警察应该是爱迄落啦，搁较分得清楚啦，搁分得清，唔当遐尼紧到迄落走入去。但廖老师，即摆美国的整个国家的这气氛吼，尤其即摆要大选，是，吼，这共和党啦、民主党啊，大家拢提这个议题，在咧互相咧下来下去。啊，毋过你看愈争议的代志，就是比如讲双方面都有人支持啊，你可能关系无共，对无？所以讲你若我一边处理了无够忠诚，无够坚持你的价值，有可能是颠倒你的选票咱无去啊。当然，你若支持以色列的人，伊可能在经济上有真大影响力，吼，也是讲有其他的迄个影响力，会使迄个讲影响真侪选票。啊，毋过我无相信讲你支持巴勒斯坦人拢无选票嘛。可能是无法做，啊，不过你若讲处理了无好，去挖一边，结果你其他的人的价值无去啊，你的选举我相信会影响到嘛，我相信会影响到嘛，吼，啊，尤其是一般来讲看起，在美国东方甲西方是较支持民主党，对无？所以讲拜登即马若讲处理了无拄好，嘛是有伊另外要选票的危险嘛。但是要求哥伦比亚的大学。尤其共和党的这个 Mike Johnson 啊，要求哥伦比亚大学爱落台，伊的校长爱落台呢。无，我看这个讲法白啦，这是政治诉求啦，对嘛？这是政治诉求嘛。这是政治诉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有要落台无？甲众议院院长讲较白，就种无关系啦。是啦，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你一般大学的主题来看，应该是在因董事会嘛，吼。啊，所以我看讲董事会有你的坚持，你这个作为一个大学。应该要有价值嘛，对不？啊，因为这个抗议的事件一直甲大学的主题，大学对学生的这个权利的保护，你对真理甲迄个对学术的追求，这是大学上重要的嘛。吼，你若讲因为外口政治人物的要求还是批评，就叫你这校长落台，颠倒是这个大学失去价值。我讲啊，伊颠倒是因为安尼哦，你讲较白咧。你颠倒无迄个需要去关注伊。进前优片的校长，啊，甲迄个 Harvard 的校长，嘛都落台去啊。虽然是较无相关的这个无直接的关系啦，但是嘛是这个气氛之下吼，就我要请教这个天灵，恁敢有听过相当的其他的这个言论对着即马美国的校园的这个情形？有担心的，还是真关切讲对，就是爱安尼，爱互伊当局吼，爱互伊知影吼，咱的要求是啥物，爱做甲到安尼。哦，因为阮就爱知影迄个对于校长被落台的压力，那是为政府的人民来的，这嘛是有学校内底嘛是有足董事会，董事会也是迄个校友会。嘛是有足多人拢嘛要要求迄个下长要落台，所以阮袂使讲这敢若是政府对学校的压力，阮嘛是爱了解这个学校是要咱嘛爱知影这个运动不一定会代表几个学校的利益。运动无一定代表着学校的利益，但是就哥伦比亚也好，还是哈佛也好，还是 MIT 也好，咱看这个哥伦比亚学生吼，因的声明稿伊就讲，恁学校内面的投资的资金，恁都要透明，恁到底有去投资着这个军火商无，或者是军火商伊的关系企业
你就要我知，你有赞成安尼无？因为咱就爱知影，美国大学无伊毋那是大学尔，迄嘛是即个投资金，因为譬如公司的款啦，嘿。所以伊嘛是因为迄个大公司的经营原则来进行家己的学校，所以学生对学校譬如讲迄个学生看到被要求迄个大学嘅资金被透明，这真歹讲，因为迄个学校投资的资金，毋是讲真正是投资迄个 index， 所以伊被摕迄个钱，毋是讲我要投资即个以色列的公司，伊是同时投资足侪公司。但伊去目掉，伊嘛毋知，你的意思是安尼吗？所以伊你讲毋通投资真好以色列的公司，这是真歹达成的目标。真歹避免就对啦。真歹避免。安尼我来请教蔡老师吼。安尼要安怎来如何来避免甚至是防止着失控？因为看落来当要大选，政治人物一定踮遐踮咧烧啊，学生囡仔一定还是继续的抗议啊。要安怎防止失控呢？你来看这个美国即摆大选也好，还是学生运动也好。其实就是讲吼，你这警察要去处理这，当然伊若现场有违法，迄个现行犯嘛，你就要处理嘛。若是有你较用流程的方式，比如讲因若是伫遐咧讲迄个反犹太人的对不对？就是讲其实美国有一个法律就是抽分的犯罪啦，有的州会当判1年以下，有当时还个当罚5000的美金啦，但是因为你若是处理了较严格的话，会产生讲你看今仔下晡过来的学校，拢受到即个哥伦比亚好，大概倒几片的啦，倒几片的，都无都收煞啦，我的感觉是安尼啊，就是讲，即个川普伊过去做总统的时阵，伊甲伊美国伫以色列大使馆刷去耶路撒冷即个所在啦，所以共和党本身是较挺以色列的啦，咱安尼讲啦，拜登是其实我讲，伊当然嘛是感觉讲10月初这袂使用稳，但是你算防卫你嘅反击的即个手段有甲超过。所以，伊即摆开始就讲要有条件，伊甚至包括甲即个总理讲你袂使派地面部队入去加沙，特别是南部啦，即摆咱讲的是南部啦，北部已经有啊啦，所以其实我讲即件代志，你若去看过去的历史2014年早就发生这安尼啊啦，哈马斯嘛是去攻击以色列啦，以色列嘛有派地面部队进去，当然死伤无像即届遮济啦，这个就是产生讲国际的声音已经起来啊，国际的法庭嘛讲即件是迄个种族的屠杀啦，所以你就是讲，你就是爱动哪打咧啦，袂使讲hand到底进入去全部，因为你会伤到遐无辜的这巴勒斯坦的人啊，我要讲的意思你大家看这个图啊，这迄个过去以色列建国的时阵当然迄阵就是巴勒斯坦人拢住伫遐嘛，100%嘛，到20202020年，剩15%。当时念的歌是讲，你犹太人55%，巴勒斯坦人45%，大家先敲好啊。结果敲到2020年，剩15%。所以啥会发生的这哈马斯这激烈的这偏激的团体去攻击的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政府足了解啊，因为你甲人住伫遐，你就甲赶走嘛。你赶走了，你搁用围篱甲围起来，要进出拢爱你同意。所以因遐人我讲迄吞吞足久的啊。当然，伊去随便杀人，迄是毋对的代志。这咱袂当讲允准伊做遐样代志。但是伊这就是这个问题是哪会安尼来？你就是爱超两个国家啦，你若一个讲无，这耶路撒冷我的首都，我要定都伫遐，一定出问题啦。因为迄就是真主阿拉过去因一宗教上重要的圣地啊。巴勒斯坦人讲我嘛要定都伫耶路撒冷，迄嘛无可能啊。迄个所在嘛有基督教的人迄个三大宗教的人。所以我要讲的意思讲这双方拢爱拍
50个尻川啊，什么意思？就是讲吼，恁两个拢无爱。蔡老师，对啦，咱甲拍尻川了，啊，即摆是要安怎办？即摆要哪办？就是讲吼，若是美国无互伊压迫的时阵，伊继续拍咧，其实这是足可怕的，包括会引着中东其他国家会产生更较大的危机啊！吼，啊，你就哪限的啊？所以有当时来讲，拜登讲，你的这小激进的部队，我要甲听发咯。你内底伊个国防军内底有一个有算讲较粗残的遐个部分的人，拜登讲，我要甲制裁。吼，就是讲，毋是讲吼。稳准你会当输在你入去，啊输在那就好，输在你台安尼，袂当安尼啦，吼，袂当安尼。啊，当然巴勒斯坦的人嘛爱知影讲，你若用这激烈的手段，结果你这个哈马斯嘛是渐渐的去互拍到肺拢无去啊，吼。所以袂使，拢袂使，咱袂使去听信这个激烈的人，咱着爱追求讲较温和的。这次有可能这个选举吼，因为以色列要去选举啊，所以纳坦雅胡有可能会落台，吼，因为真侪以色列人对纳坦雅胡是不满的啦，吼。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就是讲双方拢爱较忍耐啊，吼，无毋对，这种过去的问题，但是咱就是爱好好啊来参详，无死遮侪人吼，这是国际吼，无人会拥稳的啊。是姚老师，这吼一边是政治的现实，一边是人权的价值啦。啊，常常吼人权的运动者讲甲义薄云天啊，但是呢，事实上这政治的这个推进甲进步是足缓慢的，足慢的啦。在尤其咱看中东，我自咱细汉时阵听到即马吼，哇！这恐怖分子阿拉法就法塔组织哦，啊刷来，甲这以色列拍来拍去，我学校的老师有个人住伫迄个乌旦，我住伫约旦，啊早起起来，哇！迄网道顶头六七个枪支安尼飞过，后安尼，但是行到即马还是无解决，到底？这是因遮真侪人咧讲，就是美国人小听到什么程度？美国吼在有史以来战后对着以色列军事支援费已经4000亿嘅，伊这到底是安怎支持到这个程度？你讲哦，无啦，因为这大部分咧政治参选的人拢有犹太背景的啦，啊落来支持，敢是遮简单啊？尔？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当然美国来支持以色列，这大家拢会当了解啦吼，因为真侪迄个咱犹太裔朋友是伫美国，伊就出世大汉的嘛吼，啊，真侪迄个经济影响咱嘛，这当了解啦吼。问题讲，我感觉上重要的吼，政治人物吼，应该拢永远学袂晓。你用武力其实无法度解决问题。你啊看，所有的问题解决拢毋是用武力的啦，讲实在的啦。伊拢是拍到大家拢是你要拍到大家讲解决无法度解决问题啊啦，咱大家真正去想看卖啊咧，有可能讲你完全拢卖巴勒斯坦无？就是讲你即马对啊，若讲无可能咧，你就种拄啊蔡教授有迄落嘛，有迄个导迄个演变嘛，就讲以色列本在底下迄个所在伫建国迄落，一是真侪年前啊，甚至几千年以前诶代志啊，你即摆要护国。啊，毋过你无法度去袂记迄个历史嘛？就讲即摆以色列所话迄个护国迄个土地，嘛是真久的时阵，有巴勒斯坦人遐大嘛，哦，所以讲你爱，我感觉爱做爱面对迄个现实啦。你大概思考讲，有可能有咱有一个方案，甲有以色列无巴勒斯坦无？无可能嘛？这一定是战袂完的嘛。巴勒斯坦人一定是利用各种方法，包括武力。来去，因为这是我嘛是生存的土地嘛，对无？所以我感觉我是感觉较蔡教授意见较共啦。你也是倒来面对现实啦。政治讲实在，你嘛是爱现实啦。我拄仔是直接问讲，你有可能搞一个以色列方案无？若无可能，你就爱面对现实嘛。喏，这除了价值以外，你嘛是有现实嘛。你讲你当时会使去坚守这个价值，同时面对现实嘛？我感觉我是感觉应该是两个方案啦。和平的方法，两国的方案，吼啊，拢爱排除武力的部分，就是哈马斯武力的部分，甲以色列强力武力的部分，你才好都建立讲巴勒斯坦甲迄个以色列会当共同伫迄个土地顶头生存个发展啦。啊，无你永远我感觉无可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讲美国都爱注意嘛，吼，你看美国伊就是咧真正诱导希望去。迄落来即个部分嘛，一方面你感觉讲我较强烈的支持以色列，
吼。啊，毋过你一方面你注意看，伊绝对无讲放去讲，即马美国无这个方案的啦，讲我原放巴勒斯坦无要管的啦。我相信美国即马方案嘛毋是安尼，全世界即马方案嘛毋是安尼。啊，所以讲，若讲较乐观的思考，希望讲即马即边以色列，伊家己本来所讲的讲，我要甲哈马斯规个国家讲对即个地球消失安尼嘛，吼啊，痛苦拢过去啊，伤害拢造成啊。那讲未来希望以色列我都想清楚，就是讲吼，你武力使用哈马斯，互你已经消灭啦，想将近要消灭啦，爱面对你去和平解决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问题啦。就是讲你一定要有一个部分，互巴勒斯坦嘛有一个生存的空间嘛，吼。我讲古来例啦，顶边英国的北爱尔兰嘛是咧拍来拍去啊，到尾解决的方案。嘛，毋是讲英国出动军队、出动警察去甲解决的啦。最后解决嘛是和平的方案嘛。但是坐来讲嘛，廖老师，你安尼讲吼，启示我啦吼，就是讲，拢是拍到上后尾，大家要来和谈啦。但是就是爱拍到上后尾，但是你有感觉即摆是拍到上后尾啊吗？那乐观来看，可能有可能啦，我是感觉有可能啦。因为讲较白嚟来讲，以色列国内你要用什么理由来出兵，来使用武力？对啊，啊，若讲哈马斯已经无迄个力量，通我使用武力拍飞弹，你只好就迄落嘛。但是咱3不5时啊，就听到哈马斯或者是搁个另外一个新的组织因为出来。我感觉以色列国内嘛面对国际压力，不只是美国的一寡互伊一寡压力，虽然毋是讲足强的压力，啊，不过以色列伊未来嘛一定要面对国际压力，包括你看迄个人权委员会会出来通过即个决议。吼，你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来讲，伊开始咧发声嘛，讲用白话来讲，好啊，好动啊啦，吼。伊嘛知影讲小赔小惨啊啦，毋是讲我毋是小赔的问题，是讲你若讲遐尼严重、遐尼严重的使用武力，过来，大家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嘛。咱有法度接受无？对无？其他国家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嘛。以色列直直使用武力，吼，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我直直咧强调。甲咱拄仔讲迄反犹太主义，这两件代志要清清楚楚，毋是讲去批评以色列这边的使用武力，就是讲你是反犹太主义。吼，这两项代志我一定要足清楚的。吼，第二我拄仔直咧讲的，哈马斯毋是甲巴勒斯坦共款的，这嘛要分甲清清楚楚。啊，你则袂讲咱咧讨论代志的时阵吼，大家感觉讲迄度哦，咱讲是啊，你拢支持以色列，啊，是啊，你拢骂以色列，吼，这我感觉就无遐尼清楚。是啊，是天灵吼，在恁少年一辈吼，尤其恁较早我可能无甲关于有了解吼，天灵伊本身有个犹太血统吼，因为你头下讲过，你若讲若是要投票时拢爱投，即支持以色列。是啊，那恁少年一辈拢安怎看呢？因为阮犹太人是为因为我少年的时阵，以色列，甲即卖以色列有啥无共，吼，所以我为所以阮爸母、阮阿公阿嬷对以色列的看法，嘛是甲阮少年人有嘛会无共，阮是为细汉的时阵，人都是讲犹太人，你若是犹太人，你就爱支持以色列，所以人老师拄则甲阮分别讲反以色列不一定是反犹太人，也毋过对真正犹太人的间内，伊若是听到迄个反以色列声音，就跳起来。哦，伊就真惊，所以讲因为伊的经验就是譬如讲阮阿公伊细汉的时阵，伊的阿公是为欧洲搬来美国。Holocaust。吼，也毋过对。迄个阿公，其他的后生伊是要个住伫澳洲，所以要尾搬去美国迄个小迄个阿姊迄个阿公，完全弄死迄个 Holocaust 就死翘翘了。大屠杀的时阵就死。吼，所以伊对即款代志就十分敏感。伊听到迄个反以色列的声音，伊就感觉哦，这一定就是反犹太人，所以伊就是真坚决。你认为这个性格吼，这个性格
要安怎来偷窥呢？就因为他已经开始偷窥，就是你那是看今仔日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的犹太人，就这嘛是讲，吼，我是犹太人，我有尊重我这个犹太人的本学，也毋过，我同时嘛反对这个以色列政府的行为，我嘛知影伊的轰炸迄个Palestinian 的人受罪咧，所以这已经开始有个变，有这声音，有这变化。吼，所以你某种程度对着美国大学的校园产生这种运动，你是乐观看待讲这袂要紧，这应该会影响到，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拢会互因去思考，来产生行动，对着以色列讲，你唔当啊，你较差不多的，爱停止啊，会当来改变即卖现状。这嘛是咱头拄仔在讨论的代志，就是讲，即个运动的对咱两个政党有啥物影响？这我看这是对民主党对拜登对伊的本地国较大。因为这个运动虽然讲共和党甲民主党拢有反对以色列的分子，也毋过参加这届运动的人，大部分拢是靠迄个民主党。所以讲即摆美国民众看到这款运动无遐尼啊支持，所以伊会讲这拢是迄个民主党错。伊个大家票头讲，这拢是民主党咧创的。也搁再讲这卖这件代志，迄个拜登无真歹流力，因为伊若是去批评以色列，伊都迄个支持以色列，真济老人，真济几百民众，也毋过伊当时伊嘛袂使去批评迄个运动，因为因少年人本来都是这个民主党的口线。哇！这对这用咱的话来讲，这暗就是 Trump 去摕着枪，扣着枪啊！对，这是伊的好康，伊的好康伊的好康去扣着枪。蔡老师，你有同意这种看法无？其实是安尼啊，就是讲咱若看这个以色列伫美国的上大游说的团体，或者 APEC， 这个团体就是美国上有影响力的公共事务的团体，所以犹太人伫美国国会也好，也是包括美国的政治行政的机构也好，足大影响力。所以讲，这个民主党，这个拜登总统，伊就是比如讲，双方两面唔是人啊，是安怎？因为少年的是较支持民主党的嘛，但是这个少年的伊出来抗议，伊出来抗议，但是我看报道内底嘛犹太人的学生啊，就是你讲的啊，有可能伊少年，伊是犹太人，但是伊嘛感觉讲袂使，安尼咱个人，咱这个以色列这个政府有做较超过一点嘛。现在安尼就是讲因为美国长期的传统你伫美国袂使批评着以色列，你伫以色列会当批评着以色列，这啥物意思？就是讲伫美国，因为足侪有影响力的人，你若伫遐批评以色列的话美国人伊讲啥物批评以色列，你这就是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人。天然讲的，你跳起来，就跳起来啊！但是就是讲你伫以色列会当骂你的家己的政府啊，这是足矛盾的代志啊。啥物意思？就是讲因为你的游说团体，也是美国迄个犹太人真侪真有钱、真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是真强的啦所以就讲民主党这个部分有可能，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啦，有当时也嘛袂当讲，你若小听一个政府，伊做唔对，你咧规个拢要承担呢，就变做无是非有立场啊咧。共和党内底有一寡人是无支持川普的呢。川普人硬听落对毋对？比如讲你去迄里伊的人，伊就感觉讲，这无一定我无去投票所以无完全对川普就好啦。川普人要硬听落啦，因为
真的精神就唔是较早讲大家开始哦，硬天的无要紧，即摆唔是啊，遐侪人，所以听起来安尼唔是铁帮一地哦。对啦，就是讲你有可能得到一部分啊，但是你嘛有可能失去一部分啊。大家吼，就是讲悄悄的，因为这个议题其实吼当然有影响到美国大选啦，但是佫有其他的问题，吼，有边境的问题、乌克兰的问题，包括咱台湾的问题，吼，有无？这其实共和甲民主的部分吼，我是感觉暗来扯去啊。吼，你嘛是讲吼，你是当伫即个所在吼，你拢会当完全得分，迄嘛无可能啦吼。我是感觉安尼就是讲，美国的校园安全真重要啦吼。我是感觉，若是有迄个歧视的言论吼，啊是有迄个暴力的行为非法的，迄拢爱抓起来。因为袂当讲你是学生，哦，所以我都无入校园啦。有当时啊，像啊，学校的校警无法度处理啊，吼，所以校长包括哈佛大学校长就讲，怎啊会落台，就是讲你无法度处理校园一个安全呐。吼，伊是安尼落台的，啊去用兵嘛，双方拢会兵嘛。所以老师你无支持警察？无，若是违法的，经过学校的同意，警察你去逮捕这个人，这是啊，但是伊手段毋免遐激烈啦，吼。啊，但是其他的就是讲，伊若是和平伫遐抗议的，迄就是伊的权利，校长爱甲替因维护啦，这我的看法啦。是天理。因为阮若是要讨论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阮毋若是要讨论迄个。跟犹太人对那个什么政府的影响，要够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迄就是咱美国嘅基督徒，尤其是美国南部迄个 evangelical 基督徒，为伊的观念，基督徒啦，基督徒吼，伊是讲以色列一定爱有犹太人迄个。这是安怎讲？迄个为伊的观念，伊是感觉伊的耶稣要倒来时阵，要当个以色列是由犹太人来控制，所以伊嘛是感觉伊对迄个 evangelical 基督徒对以色列的支持，应该比少年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更较强，吼。哦，所以这都唔是铁帮一地哦，吼，所以唔那是犹太人会支持以色列，嘛有可能是美国南边的基督徒，好，这个叫做真理派的人会来支持这，所以你讲这美国大选怎啊看起来佫灰灰哦，还有我当然嘛看就是美国嘅台湾政治利益是，想要请教廖老师哈，廖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你敢有支持？这当然应该免讲啦，这警察敢袂当入去校园啦？对对，警察唔是讲拢完全袂使入去校园。拄我头讲的，第一，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第二，大学校长这种大学本身，伊到底有同意无，还是有要求无？这才伊的重点，系啊，唔是讲警察随随便便、凊凊彩彩，任何理由啊，是讲什么时间都会当入去。啊，若像哥伦比亚这个学校的例咧，哎，我这个校园就是对面迄条街啊，啊，伊若是咧校园边啊，迄个顶下骹，迄个抗议，啊，伊甲你抓起来，安尼是到底是要安怎准绳？不过哥伦比亚较麻烦，就是讲我咱我咧讲，迄校园哦，细细地啊，啊，真歹甲外口迄街啊路吼，做足明显的区别嘛，所以我哥伦比亚是较麻烦的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应该较清楚的是讲。到底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第一，警察入去这个有同意无？还是讲甚至伊去要求无？这才是重点。吼，第二就是讲警察入去以后，伊用什么手法？吼，这每一个国家拢咧讨论嘛。就敢咱讲太阳花的运动啊，种过去内底学生运动嘛。讲警察你到底会使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吼，去化解你可能面对的冲突还是什么嘛？吼。不是讲你袂使讲入去，我就要讲人，就要拍人。你可能会使讲，我甲，因为你可能有暴击，还是安怎，我甲你抓起，甲你暂时，甲你拘束。啊，这手段方法嘛是要有小可限制啊。是，上尾时间我留予天灵吼，你来讲看卖吼，在经过这个事件，你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咱剩差不2、3分钟。我就是拄则听到老师咧讨论这个。警察入来学校的代志，这嘛是爱考虑到过去
5年过去10年的迄个欧朗命、马西命的迄个运动，因为迄个运动足多伫倒起来的学校，都有一个变化，就是讲，即马真济学校，外口迄个纽约市的警察，一般来讲，无法度入去迄个学校，还是讲，因为大家学校，譬如讲芝加哥、哥伦比亚，真济倒起来的学校拢有家己的警察。所以学校内底的问题，拢是学校内底的处理，由他们来处理。所以，迄个倒市的警察被入去，这就是无共的代志。是，感谢三位吼，今天还阁无讲无煞，希望还阁另外一点钟，谢谢。